后来过来，这是消防署的统计，全台湾建筑物的火灾，去年发生8000多件。火烧厝的原因，将近一半拢是加速炉煮食引起的，过来是电器，过来是混杂啦。所以消防署大力来推广，厝内都要安装火灾的警报器。 火有够严，够有烟，火烧厝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署的统计，全台湾建筑物的火灾，去年发生8000几摆，社区有3000几摆，独立主体有2900摆。导火原因，加速炉占一半，过来就是电器占27%，还有另外一部分是混杂啦。 依照美国统计，徛过火灾，敢有到主体用的火灾警报器死亡率差不1倍。消防署就开始推广火灾警报器。只要把助警器放在这个上面，这样就可以安装了。是。虽然要到这真简单，若是老大人、独机也是低收入户，拢会使免费来申请。不过各县市无共调，消防人员伫怨叹讲，中央敢若出一支嘴尔。消防署啊，就一道命令下来啊，表面都说没有平衡，但是他定期就公布那各县市的推广的数据出来啊，局长在议会都会被议员盯啊。 台北市有消防人员找人头申请200多组的主体火灾警报器，何法呢？以贪污甲串口径的顾虑，裁定收押禁见。若是为了绩效，这恐惊是算袂好。